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11月16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41篇，以西结书39章21节到40章的第4节。哥林多前书第10章23节到11章的第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效法基督。上帝管教的目的是要为着予世间人、予以色列人、予基督徒会当行伫伊的正道，予人无偏离是处罚好，还是鼓励束缚也好，拢是要成做，予咱成做这个上帝的军队者啦吼。无论是先知的话，也是使徒的教导，毋是要为着互人来军队因，是要互人来军队主，来效法基督。以西结书39章21节到40章第4节，传达着上帝对这个背离得罪上帝的以色列人的宣告讲。上主讲：我要对列国显示我的荣光，万民要看见我安怎下手伫因的心上，施行审判。对迄日起，以色列人要爱知我是上主因的上帝。列国要明白以色列受放逐，是因为因的罪过，因背叛我。我就民越走无看顾因，佮将因交互因的对敌，也互对敌甲因杀死。我照因的误会甲罪过来对待因，我民越走无要看顾因。至悬的上主佮讲呾，我要怜悯以色列所有的人民，互受放逐的雅各的后代转来，佮要尽力来医护我的性命。因伫家己的乡土安居乐业，无受威胁的时，因要背起这过去所受的见效，甲背着我的罪。我甲因对敌的地组织起来，对列国带因倒转来时，列国就知我是神圣的。我甲因放逐去外邦，后来佮甲因组织转来伫本地，无留一个伫外邦，因就知我是上主因的上帝。我要将我的神饼落互以色列人，无佮去当心，无看顾因。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，40章第1节。阮受放逐的第25天，就是耶路撒冷沦陷的第14天。正月初10，上主的气力充满我，甲我带去以色列地。上帝透过先知来提醒劝勉以色列人，着爱转来到伫上帝面头前，重新来军队上帝，才会当搁再一次转去到伫永远受祝福的所在。保罗写予哥林多教会的批信的中间非常严厉，伊总是明白来指出哥林多教会的问题，严格来禁止因甲歹同行，并且严厉来指责苦劝因着爱回头，爱学习保罗。但是咱会记学习保罗的目的，毋是为着要军队保罗，是要来保罗同款，要亲像保罗同款来效法基督啦吼。这就是基督徒终极的目标吼。哥林多前书第10章23节到11章的第1节，有人讲逐项拢通做，不过毋是逐项拢有利益；逐项事拢通做，不过毋是逐项事拢会当帮助人。逐个人拢毋通求家己的利益，着求别人的利益。市场得卖的肉拢通买来食，毋免为着良心的缘故问东问西。
因为圣经讲地甲地上的万物拢属伫主。若有迷信的，请恁食饭，恁若去摆伫恁的面前的物做恁食，毋免为着良心的缘故问东问西。毋过，若有人甲恁讲食这物有做过的偶像，恁就为着迄个人甲恁讲的人的良心的缘故，莫食迄个物件。我所指的是迄个人的良心，毋是恁的良心。检采有人会问，我的自由哪会受到别人的良心批判？我若感谢来食，那就因为食感谢的物受诽谤。所以，恁无论是食是啉，还是做甚物，拢是为了荣耀上帝来做。无论是对于犹太人、外邦人，还是上帝的教会，恁拢毋通成做因的阻碍。恁着照我所做去做，我为着互因大家欢喜，毋捌求家己的利益，是求大家的利益，通互因得着救。11章第1节，恁着学我，亲像我学基督。恁不时会记得我。搁尊谈我传授互恁的教示，恁实在通互我学了。不过我爱恁明白，逐个查甫人是头是的人的头是基督，妇人人的头是丈夫，基督的头是上帝。查甫人伫公共场所祈祷，还是宣讲上帝信息的时阵，若戴头巾就是侮辱伊的头。基督，保罗讲，无论做甚物，或者是啉，或者是食，拢着爱为着荣耀上帝来做啦吼。诗篇141篇上主啊，我求叫你，你紧来帮助我。我求叫你的是，求你耳耳听我的声。愿我的祈祷亲像香请到你的面前。愿我举起的双手，亲像用时的祭司受你接纳。上主啊，求你约束我的嘴，看守我嘴的门。求你毋通互我的心偏离邪恶，甲做歹的人斗阵做歹，毋通互我甲因共得啉食。宁可互义人用人字拍我，指正我，嘛毋互歹人伫我的头壳抹油欢迎我。虽然歹人做歹，要求我要继续祈祷，因会执政者受迄落山坎，因就会知我的话是真实，亲像土雨犁散，因的骨头会散甲规门口。我至悬的上主啊，我注目看你，求你保护我，免抵到死亡；求你保护我，免抵到落地，因甲我设的罗网，以及做歹的昆套。求你互歹人陷入家己的罗网，互我安全来脱离。恳求恩典主爱的上帝赦免阮的因为软弱来离开真道来得罪你。求主帮助阮来专心注目看你，为着主来做，为着荣耀上帝来活，来军队效法基督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